正后处理科学甲后人类时代题材的小说家伊吉言，伊的作品呢是伫带读者入去到这个科幻的世界开眼界，毋过一字一句拢咧刻画人性的残忍。伊也靠即寡作品摕到第42届吴三连文学奖。新一代小说家伊吉言教写科学幻想、鬼知识的题材，作品内容常常设定后人类时代，让读者对起到未知的世界。你如何创造出那个假说？你要结合现有的证据，然后发挥你的想象力，那其实是充满了灵感的。对，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，就是小说能它能处理的范围基本上跟语言一样大。伊吉言本身是科学家，才有才调把这知识转换做小说内容。上新作品《领导分离》刻画人性的自私、残忍，但是佫看到人的脆弱，让人感受到情感的起落，有灵魂关怀的一面。我们知道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，它也可以做出预测。这种预测的价值可能不在于完全的准确，而在于说它告诉你人类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如此充满希望、充满智慧，但是又有着自身无法回避的弱点的生物。因为伊的笔录高明，和作品有技术性甲思辨性。自1999年开始，就奖无数，亲像《西望人》入围台湾文学奖长篇小说金典奖，连地点嘛摕过侪奖项。最近《领导分离》更较互评审甲外界印象深刻，除了摕到台湾文学奖金典奖，嘛是即届第42届吴三连文学奖的得奖者。透过写作，甲平常时人未表达的情绪写伫册内，就亲像伊的得奖感想写的，伫文学头前，这的悲剧、喜剧、信仰也是无信仰，拢共款珍贵。记者陈雅文、李学凯台北报道。